今日係5月22號，復活期第7週星期五。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伯多祿因耶穌第3次問佢，你愛我嗎？就憂愁起來，遂向佢講：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耶穌對佢講：你餵養我嘅羊群。聖若望福音第21章第17節。今日嘅默想主題係愛的終極轉向。喺提比黎亞海邊嘅晨曦中，炭火微薰，呢一場對話唔單止係伯多祿個人嘅生命嘅轉折，更係所有跟隨基督者必須面對嘅考驗。當耶穌第3次詢問你愛我嗎？伯多祿嘅憂愁其實係令佢睇清愛唔可以止於言辭，而必須碎裂成餅，化為餵養他人嘅行動。要深入理解伯多祿嘅憂愁，就必須回到希臘原文。前2次詢問時，耶穌使用嘅係阿加皮。伯多祿因曾3次背叛主嘅慘痛教訓，唔夠膽再狂妄自大，佢謙卑地改用 Phileo 嚟回應。到咗第3次，耶穌降卑自己，配合伯多祿嘅軟弱，亦改用咗 Phileo 嚟詢問。呢個正係伯多祿憂愁嘅原因。佢發現主看穿咗佢內心最深處嘅恐懼，佢發現自己連嗰份兄弟情誼都可能守不住。佢嘅回應：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係完全嘅棄絕同交託。佢唔再依仗自己嘅情感強度，而係仰賴基督嘅全知。呢個正係愛嘅起點，承認自己有限，並將呢一份有限嘅愛投入到主所指定嘅任務中。耶穌隨即俾出藥方：你餵養我嘅羊群。耶穌將愛主同埋牧養畫上咗等號。呢個同我哋講，對天主嘅愛若不轉化為對鄰人嘅具體服侍，嗰種愛就容易淪為一種浪漫嘅幻覺。餵養同牧放喺希臘文中包括咗供應食物、帶領方向同埋保護安危。愛唔係一種靜止嘅情感，而係一種動態嘅責任。當我哋宣稱愛主時，主並不要求我哋為佢做啲咩驚天動地嘅大事，佢只要求我哋去看顧佢所掛心嘅對象。有一位著名嘅小提琴家，晚年時將佢珍愛嘅昂貴名琴交俾一位年輕嘅天才，但佢發現年輕人雖然技巧卓越，琴聲卻冷若冰霜。於是佢帶年輕人去見一位老修琴師。修琴師冇教技術，只係每日叫年輕人望住佢點樣細心咁為嗰啲破舊甚至冇人要嘅小提琴更換琴弦、調整音柱。老修琴師對年輕人講：如果你唔愛呢啲木頭，唔了解佢哋點樣成長、點樣受損，你永遠拉不出動人嘅樂章。琴弦係有生命嘅，佢需要被溫暖嘅手指觸碰，而唔係冰冷嘅弓毛。年輕人呢一次才明白，音樂唔係表演，而係對生命嘅呵護。佢開始走入貧民窟，教嗰啲無家可歸嘅孩子拉琴。當佢望住孩子們因為音樂而眼中重現光芒時，佢嗰把鳴琴先真正發出咗如同天國般嘅共鳴。牧養下一代唔係單向嘅知識道理灌輸，而係生命嘅傳遞。我哋必須好似修琴師一樣，去觸摸傷痕累累嘅心靈，喺佢哋迷惘時提供引導，喺佢哋失敗時給予悲哀嘅寬恕，喺佢哋飢渴時遞上生命嘅真道。愛必須轉化為行動，而最好嘅行動就係成為別人生命中嘅羨慕。今日嘅祈禱如下：主啊，你曉得我愛你。呢一句話唔應只係祈禱時嘅告白，更應成為我哋推動服侍嘅動力。
令我哋亦都好似伯多祿一樣，帶住嗰份憂愁後嘅覺醒，堅定咁對主說：主，我願意去餵養你的羊。亞孟。願主祝福大家。